相傳人死後嘅7日，佢嘅魂魄會返回逝世現場。喺中國傳統學說裏面，稱之為回魂。呢個魂就叫做中陰身。而我哋今次嘅目的就係加入泰國執屍隊，第一時間近距離接觸屍體，希望拍攝中陰身。師傅啊，咁我哋今次嚟拍主要係想拍個中陰身。咁中陰身係咩嚟㗎？中陰身其實好多個講法㗎，我講簡單啲俾你聽啦。其實即係話一個人咧喺一個意外，即係喺一個任何情況下死亡，咁佢喺嗰7日之內咧嚇，佢有時未必知道自己係死咗，或者仲喺度流連緊嘅咁啊喺個世間上，咁所以你係叫佢叫中陰身。咁如果我哋想拍到中陰身，最大可能係邊一個時間先至可以拍到？嗱，如果我哋今日真係有個機會咧，假若真係有啲意外啊或者成啊，好可能喺嗰個人或者死亡嗰一剎那之間咧，佢呢個我哋講開嚟講係靈魂啦嚇，你可呢個叫另外一個叫中陰，就喺呢個時間離開嘅時間，可以拍到佢離開嘅。可能我哋會有機會拍到呢樣嘢啦，所以就點解我哋今次一定要想揾呢個機會去睇，尤其一啲好特別意外嘅人啊。好，呢度我哋入去同我哋打招呼先，好唔好啊？我哋都放鬆啊！當我哋大約下午6點鐘到達報德善堂總部，我見到書台上面擺滿咗好多意外現場嘅資料照片。我嘅視線其實一直都迴避住照片裏面嘅死者，直至報德善堂嘅工作人員主動為我講解台上面每一個案件。叫阿 Lee 睇一睇。報德善堂嘅制服係出入所有意外現場嘅唯一通行證。同埋我哋今日我哋呢一隊編咗係先前部隊，即係話有交通意外或者有乜嘢傷亡或者有啲乜嘢嘅意外，我哋係第一時間係俾救傷車同埋俾警察先到。我哋準備好之後，就將會被分發到曼谷社區內嘅分站，靜待指示。其中一位報德善堂嘅隊員同我哋講，每晚10點至深夜2點係黃金時間。我哋留守嘅分站係鄰近高速公路，亦都係曼谷嘅交通黑點。有機士。報德善堂除咗專門負責執屍之外，都會擔任前線救援工作。每當有意外發生，市民向警署報案嘅同時，報德善堂亦都會收到通知，佢哋會率先分派到案發現場，作出初步調查。如果懷疑死者非自然死亡，警方就會到現場作進一步偵查，相反都會第一時間將傷者或者死者送去附近嘅醫院作搶救或者認屍手續。
由於報德善堂屬於一個慈善團體，泰國當地嘅市民可以隨時要求加入報德善堂做義工，而呢一班義工一定要經過訓練之後，先至可以同隊員正式出勤。據報德善堂嘅透露，泰國每年都會出現過千宗死因不明或者冇人認屍嘅個案，而市民捐獻到報德善堂嘅款項，有部分就係用嚟為呢一班死者做殮葬費。即係好似係腦震盪到嘔白泡咁，完全冇晒反應喎。go，有第二單啊！捉實啦！หมดเลยชั้นล่างไปเลยโอเคใจเย็นนะครับอยู่ในห้องนี้แหละแต่ไม่รู้ว่าเป็นไงกลิ่นเหม็นมาก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หัวหน้าครับได้กลิ่นอยู่ครับหัวหน้ารับทราบครับครับผมมีห้องนี้ห้องเลยครับแต่ประตูล็อกอยู่ครับอย่า小心啲啊！โอ้ยพวกคุณใจเย็นนะถ้าจะพูดคุยกันนะซัพพอร์ตเรียบร้อยครับปั่นเลย係咪手嚟戒㗎？我頂唔順，我出去先啦。小心啲啊！睇住啊！小心啊！這位小同學，俾人扶下呢度，得唔得啊？師傅，即係睇呢度喎。係咪？我等緊，而家等緊車嚟，等緊車嚟。好啦，等佢送翻去啦，而家。我哋打緊先，因為你而家。當晚屍體已經被搬走咗，但係師傅話靈魂仍然仲有好大可能逗留喺入面。4日後我哋翻現場。嗱，一陣間我哋咧就會做一個陰極招魂陣，咁啊最主要咧就係等阿 Rachel 同阿 Lin 咧，佢兩個女仔屬於陰㗎嚇，咁所以上嚟講咧，希望引到個中陰身出嚟，唔係叫你哋要同嗰個中陰身去交感，或者係同佢傾偈，而係希望利用你哋引到佢出嚟，知唔知道？啊，所以咧一陣間咧，我哋上去佈好晒所有嘅陣咧，然後你哋上去上邊咧。
就根據我所講嘅方法去點樣去做啊。咁啊，當如果感應到，我會感應到係嗰個陰靈會嚟嘅時間，我會叫你哋離開。傳說選擇吊頸死嘅人，佢嘅靈魂會由胸口以下下降，大約要10幾個鐘頭，靈魂先至可以完全離開身體。而含恨自殺嘅人，佢鬼魂嘅冤氣係非常之重，會呈現紫紅色狀態，亦因為死者留戀塵世，靈魂好可能會不斷徘徊喺逝世現場。而我哋今晚嘅目的就係要揾佢出嚟。入翻上次嗰間房啊！係啊，去翻上次見到條屍嗰間房啊！Rachel，你坐低啊，就坐嗰個位置嗰度，望住死者嗰個位置，即係窗口嗰度啊，知唔知啊？收到。Rachel，你同阿 Lin 講，坐低嗰度，對住塊鏡啊。You sit here and face to the mirror. Rachel，坐低，望住啊，望住死者吊頸個位置啊。收到。坐低。唔係啊，我跌咗支咪啊，唔好意思 ，sorry。點著啲蠟燭佢？得，light up the candle。係點着所有嘅蠟燭佢。Don't separate, okay? If you're scared, you can catch my hand. 啲香使唔使着咗佢？係點着啲香啊？插翻你面前嗰個樽嗰度。嗱，整咗之後講俾我聽下。對唔住，你做嘢㗎咋？有咩地方得罪，請你原諒啊！對唔住啊！嗱，整好之後啊，攞啲符出嚟，然後化咗佢。放落邊度啊？就喺你面前個八卦陣嗰度。呢度啊？逐張燒啊？係啦，Rachel一路念咒一路燒啊！天清清，地靈靈，四方遊魂，現四方，五方遊魂照五方，枉死冤魂速回往死處，速現真身，真身速現。我話整埋風流嘅，整埋嗱，佢整個少少幾條光走上嚟嘅。我講你聽呢個房唔止整一個嘅，一定。但係而家冇晒啦，而家冇晒光而家。係一點，佢只有一塊嘅光，一點火冇。起碼呢個房起碼有3個喺度，有機會㗎，有機會睇下可唔可以整到其他嘅中陰神。有冇念咒啊？念咒。天清清，地靈靈，四方遊魂照四方，五方遊魂照五方。冤魂速現，冤魂速現，往死處，速現真身，真身。
苦，啲貓喺度怪叫。佢啦，呢度望到邊？唔見咗邊啦？出咗嚟啊！出咗嚟啊！越食一嘢啊！嗱，你講咗下點嗱？呢度呢度，你咧就嚟走呢度，走呢度，走呢度。Rachel，而家你咧暫時唔好燒住啲溪錢先，拎一塊黑布。而家你同阿 Lin 講，叫佢哋大家包佢隻眼。嗱，呢個程序好緊要啊！嗱，按照我個步驟去做。而家有少少問題出現咗啦嚇。Lin, stop burn the paper. Okay. And we have to cover our eyes. 嗱，你記得將條符放喺塊黑布度包住隻眼啊！ First of all, grab it. 嗱，右邊已經有少問題啊，不過唔好理佢，包住隻眼先。包好啦。嗱，包咗之後就坐喺度念咒啊，念咒啊！天清清，地靈靈，四方遊雲，照四方；五方遊雲，照五方。冤魂速回往死處。真身速現。速現真身。唔使驚住，唔使驚住，師傅喺度，我睇住㗎。嗱，正話呢度有嘢走過啊！做咩事啊？你講俾我聽。嗱，唔好嘈住先嚇，兩個人背對背坐喺度。阿蓮，嗱，唔好驚先嚇，個心念住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嗱，你左邊已經有嘢喺度㗎啦，嗱，唔好喐嚇，唔好除低塊黑布，我叫你離開先好離開。嗱，除一塊布佢，兩個慢慢向門口行出去。開門就即刻出嚟啦！你兩個仲喺度做咩嘢啊？走入邊。我開唔到道門啊！嗱，我撞門啦，身後啊！你兩個身後啲啊，我哋撞門啦，身後啲。最後，由於太直女工作人員阿 Lin 驚慌過度，招魂儀式被迫取消。